大家好，我是来自龙潭的江翠玲，我在客家庄客家妹。我今日教大家来做日路，春汤还有木卡结添袂出的日路，客家菜安咯，咸菜卷控肉，这是客家人当袂做的输入菜。另外木卡过年过节结添还有俩日路输入菜按到咸菜卷控肉。咸菜卷控肉会做个俩卤菜，当有耐心，会做到个肉炖到有落，毋过做毋得调面哦。个咸菜会有发酵到有咸有酸毋会糊。俩卤菜做起来的时间会本身适度会流口水，上到木卡的个味丝。今日日谱来教大家来做了日地当品爽的个猪肉来做个咸菜卷控肉，做到又香又好食的个咸菜卷控肉。那猪肉烫过的时间做嘛烫过，去烫过下唔会有个粗糙的血，烫过落去咪下好煎。煎的时间佢还会爽色，因为煎到擦擦来安样。了水滚按照就对猪肉放落了滚水滴袂拄好比烫。了猪肉放了就电机底下杀按尼处理了咸菜卷安尼咸菜卷浸水浸水洗走来牛走来，让它切来切油油的了就我浸好的个咸菜卷，就拿来切。浸到有软让切的落咯，莫调硬的时间你就唔好切。要切油油的时间咪小锅做得用刀的按刀比个下油啲嘞。那猪肉呢就做翻面比10个3杀。咸菜卷按剁好的就放进来。蒜头米就切好切油油的，按就做得嘞。咸菜卷洗的时间洗冻强因为晒时间会染到个沙的，故说按照洗的时间特别小心，洗到冻强嘞，然后牛走来让它剁猪肉杀不差不多嘞，按夹起来，等下按准备来煎猪肉。猪肉煸起来时间小锅出灶来故说按照煎的时间佢也唔会太硬也唔会按煸滚油放落去油放甲底冇相关，因为等下按照下来炒个咸菜卷所以按照油放甲底冇相关。你出灶来，油有看到油烧落去按让那个猪肉放落去煎。用水出灶去就唔会太硬好，这样翻面了要翻过来，也就两面煎到擦擦来按等下按还比送色落去，好看，好食。也会爆烟表示了啲不含有水分的了，所以大家煎的时间切到个水分都撞走来冇。也因为你来讲，不卡图你每煎的时间咪做得吃只烫好就吃只来炒按一煎过擦擦就下香，咪下会炒的时间咪生咪下酱。一煎好的时间都夹起来。用比量让它切，放下量的按就做得来切差不多切2公分就好，莫切到中头按尼就开始来切啲猪肉
哦，你切好咯，按准备来炒啊哈。你包个挑选个油啊，含油滴咧吼，按加个啲油落去炒。咸菜罐吼，佢下是油，吼，按遐炒。来，蒜头米并落去，煸香来。炒到香，然后做得并调油哦哈。你看炒到当香咯，还调油倒落来，你小个煮下。汤咪并落去向下炒。还有俩个个米薯、胡椒粉，并落去向下。米酒并啲米酒落去。煮好时间，按猪肉做在并落去咧，向下炒。并落去时间吼，地猪肉必有适度个调油的个样个色咯哈，安样去控肉个样个煮出来去样来食。好，咱煎了两面吼，看按紧，按就做得撩起来吼，夹夹起来了。按个咸菜罐就做得并落去向下炒咯，你咸菜罐并落去。按用挑选个猪肉的个油吼，拿来炒了吼。咸菜罐吼，所有的个香料底部全部挑选加油的吼，唔是15加吼，按有炒好的时间就当香哦。等下个猪肉咯，向下落，按向下蒸的时间，个两方的面豉哦，就当香的。你咸菜罐吼，你啊炒好咯，按你就来开始来摆个猪肉吼，按下润吼，并润的并好来吼，按用去吹的时间吼，去下位和平均。猪肉是按贴上去哈，按贴无酱落吼，你强硬那个时间倒啊，出来就当酱的。好，你咸菜罐吼，按就并啊淡薄，吼。小可会都轻杂的吼，咸菜罐并加点的抹香罐吼，因为你猪肉是摕头个咸菜罐。拌饭它做得拌2碗冇问题。按了装好咯，按那甜肉肚吼鱼脆哦，按来并2杯的水，调鱼的时间就个并加2杯的水，脆2遍哦，总共40分钟哦。然后你并甜肉肚鱼脆哦，你蒸40分钟咯，按到了做得拿出来吃咯。蒸好诶，你啲甜肉肚拿出来诶吼，你嚟讲诶是下落啲嘅时间，就个做得蒸加一遍吼，叫做下落吼。你称下称诶盘诶吼，都按过来，让都扑过来，安样吼。你就按金米诶，拿起来咯，金米做诶咸菜罐控用看遐猪肉有劲看。看到就喊声音什么，连咸菜罐咪强上，佮去吸收到了猪肉的个油气，你看，佮香气都个看到了猪肉就当 Q 当好食哦。大家看到了，你看强硬下，你看，硬下看到就是流口水咯。今米的咸菜罐控肉做好咯，你看到按当到客家人的。飞鱼吼，按日铺做完了未做，你就做出了当好的米丝哦。迄讲阮的中日吼，你去片的法吼，欢迎你留言分享，分下抖音底了客家的米丝。